大家好，我係 Janko 林春菊，我係設計學系嘅舊生。咁而家咧係時裝品牌新裝原初同埋華服學堂嘅創辦人。我主要咧係想將傳統嘅華服咧帶入去生活入邊，亦都好榮幸自己嘅作品咧曾經有機會喺世界各地唔同嘅地方去展出過嘅。喺設計學系入邊咧學習到嘅嘢咧，除咗工藝上啦，例如紙樣啊、車縫之外，最重要咧係啟發到我點樣用設計去表達自己嘅理念，表達自己嘅故事。對我嚟講咧，服裝設計唔單止係一種工藝啦，更加係一種承傳。而呢一切咧係由設計學系嗰幾年開始。大家好，我係 I 樂，嚟自於 I Hate Studio 嘅創辦人。入行超過10年，我認為室內設計唔單止係視覺上嘅美感，更要係同客人深入探討生活動線同埋空間功能嘅本質。當年校園俾咗好多機會我哋，除咗安排我哋去接觸一啲行內嘅大師之外咧，亦都帶我哋去一啲內地廠房去了解呢個行業嘅生產線。期間仲幫我申請咗政府獎學金添，等我可以去到歐洲做考察。回顧呢10幾年嚟嘅經驗，我覺得校園啟發咗大家唔單止係行業上面嘅專業知識，仲有對設計嘅好奇去發展自己一啲諗法。好感恩啦，當年校園遇到嘅各種經歷，令我哋有一套屬於自己嘅思考模式，去開發自己嘅事業。大家好，我係林振華，我係一個後期製作總監。同大部分嘅同學相比，我嘅背景可能有啲唔同。我係以成年在職人士嘅身份返嚟學校進修嘅。好多謝學校幫助我踏出咗人生好重要嘅一步。我唔單止喺學校完成咗高級文憑嘅課程，更加喺上年我完成埋碩士嘅課程。我特別想分享嘅係呢度嘅電影與媒體製作課程，俾咗學生好大嘅自由度同埋創作空間，可以令到我哋發揮自己嘅創意。課程咧唔單止注重理論，亦都非常之重視實踐。最難得嘅係咧，我哋嘅課程主任除咗有好多年嘅教學經驗之外，佢更加真實地係業界資深嘅製作人。佢嘅經驗同埋指導咧，對於我哋嚟講係非常之寶貴嘅。